哇！今日咧就喺呢條都唔知咩路啊，反正係京東摩後面啊，火煉樹呢邊啊，落班啊。嗱，前幾日其實30幾度啊，依家10幾度。咁10幾度咧，打邊爐就冇啦。今晚試下烤肉啊，有間烤肉真係唔錯，帶你哋試下。今日嚟到呢個肉掌門咧，我學到嘢啊！即係大家平時食嘢咧，佢唔係有個網嘅咩？咁今次呢個爐佢係冇網，咁我哋首先嚟聽下老闆係點解釋佢冇嗰啲紙嘅原因先啊！即係大家真係學嘢今次。誒，老闆，你這裡怎麼不給我張紙啊？你這不專業啊！哦，這個紙呢，因為我們是木炭的啊，所以說如果放紙的話，它那個木炭的香味就上不來。哦，所以你看放上面的話，這香味兒，因為木炭嘛，它香味上不來，這樣的話就會影響它的烤肉的那個一種木炭的香味就沒有了嘛。哦，就平常以前有紙的情況下，它就擋了那些木炭的味道，是嗎？對對對，但是你紙的話，你看很多都是電的，啊，它無所謂底下這個木炭，因為電的嘛，它沒有那個木炭香味兒，所以它放紙和不放都是一樣的嘛。哦，那看來今天過來燒肉的話，還學到點知識啦。哇！大家聽完老闆呢一段嘢咧，你有冇感覺其實食嘢係可以學嘢咧？嗱，好啦，嗱佢講到咁犀利，試下係咪真係更好食先吓？喂，呢個套餐真係抵啊！呢個價錢喺呢個路段嗰度食到，我哋試下先。打真軍啊，真係，哇係，即係呢個肉首先係好多汁嘅喎，證明佢醃得好啊，呢肉好新鮮。其實我係好驚食呢啲烤肉嘅原因係因為其實我唔係好識燒啊，我覺得我成日好似燒到啲肉咧嘥晒咁樣，但係呢店真係你求其整熟，我覺得真係好好食。咁接下嚟再試下一個飯點樣先。嗱，呢個套餐呢一碗飯咧，大家睇下碗飯，哇好多料啊，真係好正宗嗰啲韓式烤飯啊！哇真係，嗱我就準備去韓國啦。我先試下中國嘅韓式飯係點樣先，即係佢呢啲飯真係，嗱我同你講，你一種飯其實要睇有冇營養或者好唔好食嘅，顏色越多就越好食，呢個定律嚟噶。所以咧，嗱我哋撈少少醬，再滗埋一啲紫菜，加埋呢啲瓜咧，一啖落去，佢呢個醬係唔辣噶，係老闆特製啊！蔬菜非常之鮮甜，撈埋個醬入去，再加啲紫菜啊，然後啲飯係好圓嗰啲米啊，佢唔係嗰啲細米，係嗰啲大嘅圓粒米，食落去口感係非常之飽滿噶。呢個飯真係好食，呢個飯單點我都會點啊，因為哇好有好感啊佢啊！咁就試下碗湯啦，紫菜湯，韓國佬好中意食嘅紫菜湯。4個字形容：味清湯濃。咁嘅價錢就係可能停車就稍為唔係太方便，因為大家知道火煉樹啦，呢度就難停車咗。但係如果係講成個套餐嘅質量嚟講咧，值得衝一下，過嚟試下啦。